年度重磅星象，天王星進入雙子座，意識全面升級，開啟心智的革命。天王星在今天正式進駐雙子座，不再回頭地多打開一扇風象能量的大門。去年天王星短暫地在雙子座停留後，便逆行回到金牛座，再一次橫掃那些舊有的安全感，打破那些放不開的執迷。來到今天，天王星終於正式的開啟雙子座的大門，與冥王星聯手揮起風象力量的強風，吹散過去土象時代的舊意識，為人類社會的意識與心智進行集體升級。在你的星盤上，受天王星換位所觸及的行星或宮位，將會在未來數年迎來徹底的反轉。或許你在去年已感受到當中變化所帶來的陣痛，而在天王星轉入雙子座後，將會體會到更深刻的變化。有些人會在此時迎來的新的人生角色，有些人會決定在此時轉換跑道，也有些人會決意拋棄一些長久糾纏的人事物。大多時候，天王星的翻轉都是殺個措手不及的，逼你毫無準備的去打開某一扇從未觸及的大門，逼你去探究門口那片從未想象過的未知。儘管它帶來的劇變不必然是你意識上所期待的，但天王星那高維度的力量，總在高我的牽引下推動着你去為生活進行一場革命，推翻那些不再適切的人事物，讓生命有更多的留白，容許新的事物流入。在天王星入雙子座的數年裏，我們更需要去切換多角度思維，並放下過去設下的定義，重新擁抱那些你恐懼、抗拒的生命範疇。從集體社會來看，在冥王星水瓶 X 天王星雙子的風象時代，加上天王星本身就有科技革命的象徵，我們不難想象到未來數年裏，科技的發展將如何地一日千里。但當涉及世代行星時，我們關注的並非科技為我們帶來什麼樣的新奇與便利，而是科技如何地推進集體意識的揚升。當天王星進入象徵心智、思維、學習、意識傳遞的雙子座，人工智能無疑會大行其道，甚至發展成每個人心智上的雙生兒。它不再僅僅是一個知識搜尋器，而是時刻成為我們的導師、諮詢者、助理、創作者，投射出我們的意識及心智圖像。當每個人都擁有這種雙生兒的存在與陪伴，自我的邊界與定義將迎來被瓦解的挑戰。究竟要如何定義自我？究竟當下的意識是屬於自我，還是屬於人工智能所給予？在擁抱科技升級時，人類的心智力量亦需要同步升級。只有帶着更大的知，才可在這場心智革命中不忘本我地成長。